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係 GameKings 遊戲之王。今日要做啲乜嘢呢？首先我哋去中程，大家見唔見到呢度有個 boss？ 打佢有機會跌佢手上嗰把刀，我俾大家睇下。可能有少少撈唔到，大家唔好介意，但係撈到啦，俾大家睇下啦。咁把刀呢就係咁嘅，咁佢就係打3下，打第4下嘅時候就會揼地震開人哋㗎啦。咁再俾大家睇下啲技能。咁傷害其實還可以嘅，咁但係有一樣嘢要注意，呢個 boss 呢係100等嘅，連我1發都送唔到佢走。但係嘅技能係夠快，所以呢，今日就係想同大家講下呢把刀點樣攞嘅啫，但係我個人其實覺得呢把刀其實幾型嘅。第2技能又可以控制啦，咁開個武裝式俾大家睇下。中意嘅可以訂閱，亦都可以分享俾你嘅朋友同屋企人，亦都可以撳小鈴鈴，咁就可以隨時知道我幾時出片。我係 GameKings 遊戲之王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